即個世間的行路呢，上下呢，即個咪本人看唔起，咪本人嫌啊！但係我嘅見節講即個啲佢講，四邊27提七節佢講，攏眾人看到我嫌我，攏眾人看到我嘅口講廢我，嘅個頭呢前面哦睇到香啊廢啊冇前途啊，係咪啦？上下要人用人嫌人間。嗱，我嘅見節講即個啲以賽亞書43提4節嘅啊樣講到，因為到你嘅講十分上等，在我嘅目主，我榮耀你，我錫你，我看顧你，係咪你那個呢？加出係上帝，在耶穌基督裡面，那世間裏的一間冇人看顧，人嫌是假，人講法是假。唔怕，阿三你嘅心中相信上帝，你嘅心中依靠上帝，上帝講你啲，佢講你十分上等，在我嘅目主，你十分上等，在我嘅心中，佢講你相信我，你睇我嘅路，我跟從你，我榮耀你，我安慰你，因為到我錫你，上帝講，嗱係咪人本上帝寫嘅人最得福，最有頭，因為到上帝。要看顧自家，也就係要隻謙卑嘅心，相信上帝，自家得到佢嘅恩典。人可以看衰自家，人咪可以看自家冇，但係上帝講你是會上等，上等嘅東西呢，當然上帝係保佑我好，佢祝福我好，聽讓佢自家你入人類，上帝嘅面前最上等。阿神有謙卑嘅心，相信上帝，佢熱天更加同齊，佢冇嫌你按痛苦、按快、按冇變、按跌落去啊！上帝一樣寫時間，因為到佢獻出一個時，佢來到世間是60時間，當時間有罪之事，當時間冇路行之事，佢到時分時間，因為到時間十分上等，佢係叫時間，即係讓人唔時間要上帝寫時間，時間特別嘅福，祝福大家，阿門。